大家好，我係亞樂，歡迎嚟到亞樂粵語講新聞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匯豐2026年第一季業績。開始之前先講清楚，今集內容只係我根據匯豐公開業績資料、公司年報同新聞報導整理出嚟嘅個人觀察同分享，內容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一定涉及風險，股價可升可跌，派息亦都唔保證長期維持。每個人嘅財務狀況同風險承受能力都唔同，大家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都應該自行研究、審慎評估。講清楚呢點之後，我哋返到今日嘅主題。呢份業績表面睇唔差，匯豐第一季仍然賺90幾億美元除稅前利潤，收入亦都比舊年同期高，繼續派息。但奇怪嘅地方係，業績公佈之後，市場反應並唔算好，股價亦都出現明顯下跌。匯豐香港股份喺5月5日收報136港元，跌接近3%。市場焦點主要集中喺兩件事：第一係第一季除稅前利潤略低過市場預期；第二係預期信貸損失明顯上升。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慢慢拆解今季匯豐業績到底係好定差，佢主要靠乜嘢業務賺錢？香港對匯豐有幾重要？今次4億美元私人信貸虧損代表乜？匯豐份業績又點樣反映香港經濟同世界宏觀風險？今日重點可以先用一句講晒：匯豐仍然係一間好賺錢嘅銀行，但今次業績令市場見到穩陣背後其實有幾個風險開始浮出嚟。根據匯豐2026年第一季資料冊，集團第一季收入係186億2千幾萬美元，舊年同期係176億4千幾萬美元，即係收入係上升，除稅前利潤係93億7千幾萬美元，舊年同期係94億8千4百萬美元，即係利潤只係比舊年同期輕微回落，普通股股東利潤係69億3千8百萬美元。第一季每股派息0.1美元，用普通講法，匯豐3個月仍然可以賺90幾億美元，呢個絕對唔係一間弱公司嘅表現。但市場今次失望，原因唔係匯豐冇錢賺，而係投資者發現今次盈利背後有幾個壓力位。第一係除稅前利潤低過市場原本期望，第二係預期信貸損失上升。第三係有一筆私人信貸質素轉差，令市場重新關注複雜金融產品風險。第四係香港商業房地產壓力仍然未完全解除，所以今次業績嘅重點係匯豐仍然好賺錢，但市場擔心未來賺錢嘅穩定性會唔會受壞帳、地緣政治、商業房地產同複雜金融風險影響。呢個就係今次股價反應唔好嘅核心原因。講銀行業績要用一啲專業名詞，所以我先講幾個今日會用到嘅詞。第一個係收入，收入即係銀行喺一段時間入面透過利息、手續費、投資產品、外匯、保險、財富管理等等業務，總共收到幾多錢。第二個係除稅前利潤，除稅前利潤即係扣咗主要成本、營運開支、壞帳準備之後，未交稅之前真正賺到嘅錢，所以收入係睇生意規模，除稅前利潤就更加接近銀行真正賺錢能力。第三個係預期信貸損失，英文報告通常寫成 ECL， 但我哋今日用中文名預期信貸損失，意思係銀行估計自己借出去嘅錢未來可能有幾多收唔返，銀行唔係等到客戶真係走數先處理。如果銀行今日已經覺得某啲貸款風險上升，就要提前撥備，預先喺業績入面扣起一筆錢，準備應付未來可能出現嘅損失。今季匯豐第一季預期信貸損失係13億100萬美元，舊年同期係8億7千600萬美元，按固定匯率計。預期信貸損失對平均貸款總額年化比率由舊年同期0.38%升到今季0.53%，呢個數字就係今次市場最重視嘅地方之一。因為銀行最怕嘅唔係收入減少一啲，而係資產質素變差，即係借出去嘅錢將來可能收唔齊。要理解匯豐主要靠乜嘢業務賺錢，就要先知道佢嘅生意唔係只有普通存款同按揭。匯豐而家主要有4大業務，第一係香港業務，第二係英國業務，第三係企業及機構理財，
第四係國際財富管理及卓越理財。根據匯豐25年年報，按業務分部收入計，企業同機構理財收入係276億美元，香港業務係159億美元，國際財富管理及卓越理財係145億美元，英國業務係129億美元。呢組數字可以見到，匯豐最重要嘅收入來源唔係單一市場，而係幾個核心組合。香港係本位市場，英國係另一個主要市場，企業同機構理財係最大收入分部，財富管理係未來增長重點。如果用簡單方式理解，匯豐主要靠3條線賺錢。第一條線係利息收入，銀行吸收存款，再借錢俾個人同企業，或者投資喺其他利息資產，中間賺息差。匯豐第一季列帳淨利息收益係89億4500萬美元，舊年同期係83億0200萬美元，有增長。第二條線係手續費同財富管理，客戶買基金、債券、保險、資產管理產品、私人銀行服務，銀行都可以收手續費同管理費。匯豐今季淨費用收入係37億1900萬美元。舊年同期係33億2400萬美元，反映呢方面收入有增長。第三條線係企業及機構理財，呢個業務服務大型企業、跨國公司、基金、政府機構，幫佢哋做外匯、貿易融資、企業貸款、資本市場、跨境資金流。呢部分係匯豐國際網絡嘅強項，但同時呢部分亦都會令匯豐接觸更多全球風險。例如利率波動、地緣政治、企業違約、複雜金融產品都可能影響呢條業務線。所以匯豐嘅賺錢能力背後係一個好大嘅國際金融網絡。呢個網絡令匯豐可以賺好多錢，但亦都令佢暴露喺更多世界性風險入面。今次匯豐業績入面最令市場留意嘅其中一件事，就係一筆大約4億美元私人信貸相關虧損。近年私人信貸市場增長得好快。傳統銀行貸款係銀行直接借錢俾企業或者個人，私人信貸就唔同。好多時候，資金會經過基金、私募股權公司、融資平台或者其他非銀行機構再借俾企業。呢類貸款未必有上市債券嘅透明度，亦都未必每日有公開市場價格。對投資者嚟講，私人信貸可以提供較高回報；對借款企業嚟講，私人信貸可以提供更靈活融資。但對銀行同金融機構嚟講，私人信貸亦都有幾個風險。第一係透明度較低，有啲貸款背後嘅實際風險未必好似傳統銀行貸款咁容易睇得清楚。第二係結構可能複雜。今次報道提到涉及證券化結構，證券化可以理解成將一批貸款包裝成一個金融產品，再用呢個產品去融資或者投資。呢類結構本身唔一定有問題。但當底層貸款出現欺詐、違約或者估值有問題，損失就可能突然浮現。第三係市場信心好容易受影響。4億美元對匯豐咁大間銀行嚟講，唔係一個會即刻動搖根基嘅數字。但投資者睇見呢筆虧損，會重新審視一件事：匯豐表面上係一間穩陣嘅大銀行，但佢唔只係做傳統按揭、信用卡、工商貸款。佢亦都參與全球資本市場，接觸一啲複雜融資安排。呢啲業務喺市況好嘅時候可以帶嚟更高回報，但當風險出事，虧損亦都可能突然出現。今次4億美元私人信貸虧損，真正影響唔只係金額本身，更大影響係信心。市場會重新估計匯豐嘅風險控制能力。私人信貸同複雜金融產品會唔會仲有其他未浮現嘅暗位？所以我會理解今次4億美元虧損未必係災難，但係提醒投資者，大型銀行表面穩定，背後仍然可能接觸一啲普通客戶唔容易睇到嘅複雜金融風險。呢個就係點解市場對今次業績反應唔好，因為銀行業最重要嘅資產唔只係資本，仲有信任。一旦市場覺得有風險唔夠透明，估值自然會受壓。香港對匯豐有幾重要？香港其實係匯豐嘅本位市場。從收入睇，2025年香港業務收入係159億美元，英國業務係129億美元，即係單以業務分部收入計，香港比英國更高。從人手睇，
匯豐2025年平均受聘僱員大約218000人，按業務分佈，香港業務有33111人，英國業務有32177人，企業同機構理財有81940人，國際財富管理及卓越理財有70674人。香港作為一個城市，喺匯豐集團入面可以有咁大收入同人手比例，已經反映佢嘅地位。再睇今季表現，匯豐香港業務第一季收入係40億2400萬美元，舊年同期係39億2700萬美元，預期信貸損失係2億0800萬美元，舊年同期係3億1600萬美元，除稅前利潤係25億8900萬美元。舊年同期係24億7300萬美元，呢組數字反映香港業務今季仍然穩定，收入有增長，利潤有改善，預期信貸損失比舊年同期低。所以如果單睇香港業務，並冇惡化，相反，香港仍然係匯豐其中一個最重要、最賺錢、最有基礎嘅市場。但香港亦都唔係完全冇壓力，而最大壓力係商業房地產。匯豐業績值得香港人留意。唔係因為佢係一隻銀行股，而係匯豐業務同香港經濟連接得好深。從佢嘅業績可以睇到香港經濟幾個現實。第一個現實係香港資金仍然充足，因為匯豐香港相關業務嘅客戶帳項仍然非常龐大。匯豐香港業務第一季外部客戶帳項係5200幾億美元，舊年同期係4900幾億美元。如果將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喺香港嘅主要業務，包括恒生銀行，第一季外部客戶帳項係6237億美元，舊年同期係5733億美元。客戶帳項可以理解成客戶放喺銀行體系入面嘅資金。呢組數字反映香港銀行體系入面仍然有大量資金。香港經濟可以慢，樓市可以弱，消費可以審慎。但資金並冇大規模離開銀行系統。不過資金充足唔等於經濟活躍，有時資金留喺銀行，亦都代表市民同企業比較保守，大家未必急住投資或者消費，企業未必急住擴張。資金留喺銀行反映穩定，亦都反映審慎。所以第一個現實係香港唔係冇錢，香港係有資金，但資金流入實體，經濟速度仍然未算強。第二個現實係財富管理需求增加，匯豐今季淨費用收入上升，財富管理相關收入亦都有增長。25年年報亦都提到，集團2025年新增投資資產淨值有800億美元，其中亞洲佔390億美元。呢個現象背後有幾個香港社會變化。第一，定存利率會變。過去幾年，好多香港人覺得定期存款有吸引力。但利率週期唔會永遠喺高位，當利率回落，單靠定存未必可以滿足退休同資產增值需要。第二，樓市唔再係單邊上升，以前好多香港家庭覺得買樓就係最重要資產配置，但近年樓價回落，租金同樓價走勢分化，商業房地產受壓，令大家重新考慮資產配置。第三，退休同家庭財富傳承壓力增加。香港人壽命長，醫療成本高，仔女教育成本高，退休之後收入安排亦都越來越重要，所以財富管理唔只係富豪需要，中產家庭、退休人士、有積蓄嘅打工仔都需要更清楚知道自己嘅錢點樣配置。銀行見到需要，就會發展基金、債券、保險、資產管理、私人銀行、退休規劃等等服務。但財富管理需求增加，唔代表所有銀行產品都適合你。當市民聽到銀行職員介紹產品，唔應該只睇預期回報，更加要睇收費、風險、鎖定期、最壞情況、流動性，以及產品係咪真係配合自己需要。所以第二個現實係，香港人越來越需要管理財富，但亦都需要提高金融知識。銀行有商機，客戶亦都要更懂得保護自己。第三個現實係商業房地產仍然係香港經濟一個重要風險位。商業房地產即係寫字樓、商鋪、商場、工廈、酒店呢類非住宅物業。匯豐25年年報提到，25年香港商業房地產相關提撥係7億美元，24年只係1億美元。年報解釋，
原因包括新增遺責風險承擔、非住宅物業供應過剩、對租賃同資本價值持續構成下行壓力，以及預期信貸損失模型更新。呢段説話好重要，因為銀行係用撥備反映風險。商業房地產一旦受壓，影響唔止係業主，租金下跌會影響物業收入，估值下跌會影響抵押品價值，再融資困難會令部分業主或者企業面對資金壓力。銀行見到呢啲風險就會更審慎批貸款。當銀行更審慎，資金流入實體經濟嘅速度亦都會受影響。所以商業、房地產壓力最後會傳導到企業信心、銀行信貸、投資活動同整體經濟。住宅樓市有時可以靠政策、減息預期、新盤折扣、內地買家帶動成交，但寫字樓同商鋪更多反映企業擴張、零售人流、辦公需求同商業活動。所以第三個現實係香港金融系統仍然穩定，但商業房地產未完全走出調整。呢個係銀行同香港經濟都需要繼續面對嘅壓力。匯豐係國際銀行，佢嘅業績唔止反映香港，亦都反映世界宏觀趨勢。我覺得有三個趨勢值得留意。第一個趨勢係地緣政治已經直接影響銀行風險。近年中東局勢、伊朗相關風險、能源價格、航運安全、制裁風險都影響全球資金流。對普通人，中東風險可能先影響油價、機票、物流同物價，但對匯豐呢類國際銀行影響會更早出現喺風險模型同撥備入面。因為銀行要估計未來企業還款能力會唔會受戰爭、油價、貿易成本同金融市場波動影響。當前景變得唔明朗，銀行就要預先保守。所以地緣政治唔係遠方新聞，佢會進入銀行條數，最後亦都會影響企業融資成本同投資信心。第二個趨勢係高息環境對銀行係雙面人。過去幾年高利率幫銀行賺更多利息收入，匯豐亦都將26年銀行業務淨利息收益預測提高到大約460億美元。但高息環境唔係只帶嚟好處，利率高，企業借錢成本上升，地產再融資壓力增加，私人信貸風險更容易浮現，資產估值亦都會受壓。所以高息對銀行短期係收入支持，中期就係資產質素考驗。如果經濟夠強，銀行可以繼續賺息差；如果借款人開始捱唔住，高息就會慢慢變成壞賬壓力。第三個趨勢係全球大銀行更加重視資本配置。匯豐近年出售或者檢討一啲非核心業務，例如印尼零售同財富管理業務、新加坡壽險、澳洲、埃及零售業務。呢個反映大型銀行越來越重視資本回報。以前銀行可能覺得全球有分行、有業務、有版圖就代表實力，但而家管理層更加着重每一個市場、每一條業務線係咪可以帶嚟足夠回報。如果一個市場規模唔夠大、合規成本高、回報唔夠吸引，同集團核心網絡協同唔強，就可能被出售或者縮減。匯豐而家集中資源去香港、英國、企業資金流、財富管理、中東亞洲走廊，反映佢想變成一間更集中、更有效率嘅國際銀行。呢個策略有合理性，但亦都要繼續觀察，過度集中會唔會令風險集中喺少數核心市場同業務。關於恒生私有化，匯豐25年年報提到，恒生銀行私有化喺26年1月26號完成，恒生已經成為匯豐全資附屬公司。年報話，呢項交易反映集團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，亦都進一步鞏固市場領導地位。呢件事可以分三層睇，第一係匯豐想更深整合香港兩個品牌。匯豐同恒生都係香港重要銀行，客戶基礎、分行網絡、品牌定位各有優勢。私有化之後，匯豐更加容易整合系統、產品、客戶、成本同風險管理。第二係私有化可以提升長遠協同效益。年報提到，私有化恒生預期兩個香港品牌到2028年底之前，可以實現超過5億美元除稅前收入同成本協同效益。相關架構重組成本係6億美元。第三係私有化亦都令短期資本受壓。
年報提到，私有化恒生對26年1月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有110個基點淨影響。今季資料冊顯示，匯豐3月底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係14%點，去年底係14.9%，所以恒生私有化唔可以單純理解成好消息或者壞消息，佢係一個長線整合動作。成功嘅話，香港業務更集中、更有效率，但短期代價係資本比率下降，股份回購空間亦都會受限制。對收息股東嚟講，派息仍然重要；對重視總回報嘅投資者嚟講，回購節奏亦係要留意嘅地方。最近有報道提到，匯豐可能未來大規模裁員。亦都有新聞話，匯豐檢討香港員工仔女學費津貼。呢啲新聞從年報方向同管理層策略可以睇到一條清晰主線。匯豐想簡化架構，降低成本，提升回報。25年年報提到，集團正推動簡化組織架構，承諾削減大約15億美元年化成本，並且預期喺26年6月底前達標，比原定計劃提前6個月。25年已識別及節省大約12億美元年化成本，同時錄得10億美元重組同其他相關成本，主要同遣散費有關。呢個背景之下，人工智能、自動化、裁員、福利檢討，其實都係同一個方向。匯豐想由一間龐大、複雜、層級多嘅銀行，變成一間更精簡、更快、更集中資源嘅銀行。對股東嚟講，成本下降支持盈利；對員工嚟講，呢個係壓力；對客戶嚟講，最重要係服務質素同風險控制會唔會受影響。銀行唔可以只靠削成本去提高利潤。如果削成本之後，服務差咗，內部控制弱咗，員工士氣低咗，長遠可能會影響品牌同客戶信任，所以我會用2個角度繼續觀察。第一，匯豐成本收入比係咪改善？第二，成本改善嘅同時，收入同客戶服務係咪仍然保持質素？真正成功嘅轉型唔係單純少咗人，而係用更少層級、更好科技、更集中資源，做出更高效率同更穩定風險控制。作為匯豐小股東，我認為今次業績未來有3個主要機會。第一係利息收入仍然有支持，只要利率環境未大幅急跌，匯豐嘅銀行業務淨利息收益仍然有一定基礎。第二係財富管理仍然係長線增長位，香港、亞洲、中東都有大量富裕客戶，當資金需要全球配置。匯豐有品牌、有產品、有私人銀行、有保險同資產管理平台。第三係中東亞洲資金走廊仍然有發展機會，中東資本投資亞洲，亞洲企業進入中東，能源、基建、科技、貿易同金融都會帶嚟資金流，但風險亦都好明顯。第一係私人信貸同複雜金融產品風險，需要繼續觀察。第二係香港商業、房地產仍然係資產質素壓力來源。第三係恒生私有化令短期資本比率受壓，股份回購空間受到限制。第四係人工智能同裁員可以提升效率，但亦都可能帶嚟服務同操作風險。第五係地緣政治仍然係匯豐最大外圍變數之一。匯豐最大優勢係國際化，但國際化亦都代表世界上任何一個重要地區出現金融、市場、戰爭或者制裁風險，匯豐都有機會受到影響。我總結今次匯豐第一季業績，匯豐仍然係一間好賺錢嘅銀行，收入有增長，香港業務仍然穩定，財富管理有動力，派息仍然繼續，資本水平未去到危險。但今次業績亦都提醒，匯豐唔再係一隻可以完全唔理風險，只係等收息嘅股票。私人信貸虧損提醒，複雜金融產品風險仍然存在。中東局勢提醒，地緣政治已經可以直接影響銀行撥備。香港商業房地產提醒，香港經濟仍然有結構性壓力。恒生私有化提醒匯豐繼續壓住香港，但短期資本亦都要付出代價。人工智能同裁員提醒，銀行業已經進入新一輪成本紀律同科技轉型，所以我會用一句説話總結今集：匯豐基本盤仍然強，但未來投資者要睇嘅唔止係佢賺幾多，而係佢點樣控制風險、管理香港商業、房地產壓力、發展財富管理，同喺國際風險入面保持穩定回報。
今日講到呢度，歡迎留言講下你點睇今次業績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